乡路一阵西北风，害我买啥物也无路。压甲规身躯胆高高，也毋敢小叫，我惊伊等落。乡乡路一阵西北风，不知这阵伊在倒。人海的滋味虽然艰苦，不敢放弃南雨，我甘愿等无。雨啊雨，敢会当慢车路，才袂来耽误阮爱的前途。车卡车，若目射我过路，害阮听无依赖的脚步。爱情路毋惊艰苦，阮甘愿寂寞。因为有你通来我好，无情予你敢看无，阮心肝连锁。我远我苦，牵手这步。在雨中为你拼命赶路，望你小心脚步，奈何时间像骨在锁。两步转做三步，无聊当作散步，若是爱情注定着分步。我放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看路，我放你用爱等路。你为我用心看路。阮师傅是讲会到做会到的呢，什么讲若无来投降啊？阮师傅真正刣东山庄哦。啊，真是别太人哦！对啊。这，哎呦这。喂，你是咧烦恼啥啦？飞机到时要抬来的时阵，也袂叫你去啊！金大王啊，话毋是安尼讲呢。阮虽然无亲手去杀人，也毋过阮拢是金银济一个山产呢。迄金银济若发生命案哦，在法律上哦，阮拢走袂去呢。你放心啦，阮师傅是先军啦，伊做代志哦，袂牵拖着恁啦。啊，金大王啊，你莫搁当妈咧操蛋啦！老大王若是先军哦，伊才袂去做歹代志。两位大王啊，我感觉吼，恁师傅吼愈来愈老烦颠呢。我想吼，恁若是卖地油较好，以后较袂出代志。你是咧后白讲啥？先带你去宣传啦。金大王啊，但你是讲对啊毋对？你叫我带大家去宣传，啊毋着讲四界人讲，国语乡亲父老兄弟姊妹啊，阮山寨要抬东山庄哦，来哦，你大家就紧来看哦。对，就是安尼啦。啥物咧对啊？阮若像安尼去世界宣传哦，毋是叫公司就去互官府掠去，食那免钱，我无咧见头啦。师傅啊，你是领阮的薪水，食阮的头路的呢，哪会再讲歹去的？对啊，人讲吼，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呢。你甲我领一个钱哦，我叫你做啥哦，你就爱做啥。两位大王啊，我当初是带这阵兄弟来食恁的头路哦。阮虽然应征的是山产的，啊，毋过咱大家拢拼好的哦，无抢劫，无做歹代志哦。恁即摆若强要叫阮去做歹代志哦，那安尼阮拢要死头路。啊？死头路？什么？因要死头路？是啦，师傅啊，因是听着讲你要抬东山庄吼，大家惊惹麻烦，惊你惹着有法律的问题，拢要死头路，我大啦。原来，哼，做山贼的人也惊了麻烦，安尼是要安尼教人做山贼啦？师傅啊，阮当初时哦，要请人做山贼的时阵哦，客户面顶就写好好的啊，讲无做歹代志，也无抢劫，所以。我恁即摆在笑啥？老君啊，你嘛拜托我吼生目睭发白白吼，头一摆听到讲做山贼，无咧抢劫，无咧做歹代志，笑死人。当你想要啥？虽然因呐是老派来犯间伫做山贼，也毋过哦，因究竟也是仙家的门道，免人去随便做歹代志。哦，老君啊，啊你讲仙家的门道，就袂使凊彩做歹代志，啊那你叫因掠阮来，因就无算歹代志哦。这查，无个人讲啊。这阮家的代志，唔免你管啦。今仔甲阮来教，师你甲因讲，因若拢做要死头咯，就拢做互因死啦，一个哦，拢做卖老啦。师傅啊，是讲因若死头路，
就无人替咱这山脚宣传讲3工后要抬东山庄的代志啊。吼，啊你头壳哦是安怎遐尼啊无变巧啦？啊伊唔去，不然你去宣传了。是，讲到这两个哦，那真正是哦，门他挂车嘞，还用你们说？说来说去啦，老君啊，讲实在的，食到遮济位吼，脾气唔通会较歹。等你两个徒弟啊吼，互你拍到冤间做山产哦，吼，已经够可怜的啦，你嘛唔通对遐歹。啊你是知影啥啦？哼，你是够耽误事情，害我呢可怜数百年的单元啊，拢总无有去啊，这哦就是应得的处罚啦。老君啦，莫生气啦，莫生气啦。讲起来这件代志哦，袂使怪你两个徒弟啊啦，你怪吼，就爱怪阮大叔兄。当然我嘛是怪你这破狗，若无我今仔也免当遮伫起落啦。还是这个吼。点啊讲？啊，师傅叫人出宣传，啊，你若捌宣传过，啊是要安怎啦？对吼，是讲真无人，无咱小练一下，等下就煞去山头路，较袂用笑啊。啊，对。哎，各位乡亲、父老兄弟姊妹啊，今日这3工后要抬东山庄哦。哎，囡仔讲啊，啊这树林内底也无保的人，你就算喊甲烧声哦，嘛无人听得到。上讲诶！等下，要拼输赢会使，咱先将话讲好清楚。阮哦，甲你敢有啥物话通讲？当然有啊，吼！我问你，阮是真世人打破恁兜的黄金阿挂是无？为什么你要掠我甲阮师傅？哎，我是山产的，做山产掠人抢劫，哪有啥唔对？哎呀，卖假啊！我吼已经调查过啊，恁遐经营这山草拢是开钱请来摆好看啦，根本就无人敢去抢劫啦。讲，为什么你别人歹去掠，偏掠阮师徒4个人？这吼，这是阮师叫阮做的啦。哎，今仔别讲啦，你甲掂啦！讲，你的师傅是啥？为什么安尼对付阮？阮师傅有交代袂个讲的啦，所以吼我袂甲你讲啦。你无爱甲我讲？吼，你 play 像啊哦！敢讲你唔惊我砍你哦？哎，小等，阮哦参详者啊。咱这个金货来起你，嘿嘿，来这套参详。哎呀，想要趁我无做的时阵，甲我起入去哦。嘿嘿，这步啊，我3岁的时阵就会晓啦。即马换我歹势哦，嘿，做过来，嘿啊，嘿，互我起入去啊！哎呦，放阮出去啦！放恁出去，会呢？你若甲我讲恁师是啥，我就放你出来。袂用的啦，这我袂用讲的啦。袂用讲，袂要紧啊，我就甲恁摇到爽吼，看恁哦是要讲还是歹讲啦。别讲啦！啊，我卖摇会使啊，啊，毋过你爱甲我讲恁师是啥？大圣爷，我真正袂咧讲的啦。对啦，我若讲出去哦，我等于阮师傅拍死了哦。你放心啦，只要恁讲出来吼，我绝对会甲恁师傅修理甲金死死啊，保证伊唔敢找恁来算账。哎呦，恁到底是要讲也不要讲啊？这我唔敢讲啦。唔敢讲，不要紧，我放一壶料入去哦，摇一杯小的泡沫奶茶，看恁哦，敢讲也唔敢讲。大圣爷，唔能安尼，我讲。你哪讲啊？今仔讲啊，伊是讲会教，做会教的呢。咱若无讲出来吼，到时阵也放一副料，安尼浸在内底，咱就臭毛毛，永远就袂晓想要在倒数姜呢。倒数姜？你是太上老君的徒弟哦？我无讲，你哪会知？哦，原来是这个太上老君的死老狗咧甲作对，太上啊啦！若是爱情注定要分开，我盼你用爱。
够劲咯。哎，来啦来啦，看你安尼遐尔啊无聊，我陪你行一半啊。啊，我无聊，我差袂无聊咧，要行你家己去行。好啦好啦，啊就算我无聊啦，拜托的啦，来甲我行一半啦，好无？好啊，叫我甲你行去会用的啊，也毋过先讲的，甲阮叔，甲阮二孙仔放转去，莫甲阮大孙仔算下，因为我甲你行一世人哦，都没有问题。啊，这免讲啦，哼，就算讲哦，我会哈好死就对了吼，我绝对哦要招恁孙仔算账的啦。阿弥陀佛，老君啊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这件代志都已经经过500年啊，你何必搁将这件代志藏伫心肝内？就对啊咩？这件代志哦，阮大孙仔就知影毋对啊，啊你都原谅伊啊。免当遐小心啦，我家己的徒弟都无原谅伊啊，我哪有可能放这破狗煞？无可能啊！太上老滚，你敢出来？哼，死老狗，紧出来！我爱出来，好，我爱出来，我都甲你讲出来。嘿。啊，你想要走哈？哪有遐尔简单？老君啊，我毋是想要走咧，地动啊咧，我想讲吼，这可能比九21大地震哦更较厉害咧，我找一个安全的所在通好避啊。哎，你唔免紧张啦，是你这破狗来啊啦！啊，大孙仔来啊啦！孙仔来啊！恁啊，乖乖等了等，我即马就来去应付这破狗。哼，我都唔相信你不爱出来。死老狗，你敢出来？破狗，你来啊吼！哎，死老狗，你伫遐输到底是啥物意思哈？什么意思你唔知啊？哼，我今仔日啊，若无掠恁师来做任职啊，你这只破狗哪有可能会来见我？哈，你要见我？哎呦，你这老汉仔，你真正有够糊涂的咧！你要见我，就发帖互我，安尼我就自然走去投诉宫找你啊！吼，何必遮尔麻烦？有一厝遮尔大厝。你莫当遐伫咧笑想啦哈！我苦都无人苦食你的肉，客你的骨啦，我有可能讲用车请你来哦。哎呦，哎，你这死老狗，你到底是气我气安怎啦？啊，就搁讲，我咧气你安怎你唔知？吼，你还搁当遐伫咧甲我电死啊哈！伫咧500年前哦，你真苦哦，将我999粒的仙丹，拢总甲我偷食了了，所以我今仔日逼你来，就是要去讨这条蛇。哦，嘿，原来是这件代志哦，这件代志经过伤久啊，我早就袂记啊啦。你还搁咧记条条哦？哦，这真正会晓气死我！啊好啦，唔管讲你会记哩袂记哩啦，今仔日来，仙丹吐出来我。哎呦，500年前迄食仙丹吼，早就消化了了，哪有可能即摆吐出来行李啦？啊，这无要紧啊，嘿，这真简单，只要你乖乖跟我来去斗术宫，我用乾坤炉甲你练，将你腹肚来甲我偷食去遐仙丹啊，我都法度通甲你练出来。是啊，你要用乾坤炉甲我练哦？嘿，我才无遐尔戆呢。你无爱，哼，我嘛唔惊你无爱，以后你若无爱，我就将你师压起来。可以永远无法度能完成出境的任务。哈？啥？你有我师傅威胁我？吼，你有够卑鄙的！无法度，啊，这是你逼我的啊。啊好啊，要用这种卑鄙的手段相逼吼，来呀，虎惊虎，要比就来比。哎，啊，我的金毛龙来变伫你遐啦。不但你的金葫芦即马伫我的手头，连你两个笨桶挂车链嘛叫我收伫金葫芦内面啊！啊，你如我呢？来，咱来交换认真。你将我的师傅信我，我就将你的两个徒弟引你。我唔是小的，我才是无遐尔戆咧。哼，只要你若乖乖啊，跟我来去斗术宫炼丹，啊若无恁师傅，我无可能放伊出去。你唔放哦？好，袂要紧。安尼我就放一敷料，在你的金葫芦内面，将你的徒弟隐隐死，
安尼顺便搁摇一杯珍珠奶茶，互你啉啦。你敢？我为啥物唔敢？我即马就放互你看。嘿，安尼业破啦！免换无？好啦，换就换啦。赢了，可紧的啦。输。悟空，师傅，嘿，你这死老狗，紧将我师傅放过来啦！哼，你这破狗啊！你这心头啊，想要食我这老算盘呀？我倒是无遐尔啊讲的。你哦，先将我种的土地放过来，恁师傅我才放过互你。哎呦，你这老番颠哦，讲话无算话啦！哼，我才袂中你的计咧。要放哦，大家做伙放啦。哼，你看莫来这套咧？时间我人放互你，你人若无放互我，啊我唔则加了的。哎呦，那安尼啊，咱来找一个人做公亲啦。要放人吼，大家东西放啦。等你，来，我来做公亲啦吼！我画1、2、3吼，啊恁同时放人吼，哦，预备哦，哦，1、2、3。当你叫咱遮创啥？你伫迄边的啦。有。哎，老鬼，这届代志哦，就准煞啦。后摆路头路尾若是拄着，我会问你，食饱未？你也共款啦。你后摆我掠着机会哦，掠着机会哦，我来去拖倒转来炼丹。哼，有啥物步数，你尽量等出来。我食庆饭哦，随时咧等你啦。师傅，行。等下啦。老番颠啦，还有啥物代志啦？你金毛罗还袂害我咧啦？嘿嘿嘿，歹势吼，我惊你哦，搁用这粒金葫芦甲阮缀起来哦，所以这粒金葫芦暂时互我来保管。你放心啦，我讲话算话啦，以后我袂用这金毛罗来对付你啦，吼。嘿嘿，安尼吼，这粒金葫芦缀物件真好用哦。既然你无要用这粒对付我，安尼这粒金葫芦就暂时就爱用。破狗啊！你讲话哦实在做无信用的呢，你是要拗我的金毛罗心啦？我哪有甲你拗啊？好，我敢有讲金葫芦要行你？你将阮这两个土地放过来互我，你金毛罗当然嘛是爱去害我啊！我用你的土地换我的师傅，人换人真公平啊！好，我为什么搁要加这粒金葫芦行你？我三个甲你换阮这两个土地，你唔该加个金毛罗互我，你倒倒唔才有共款三个。哦，对吼。若是连这个四杯底吼，加起来总共是3个。安尼不要紧，这四杯底你小当当去啦，安尼你莫食亏啦。大叔呀，你哪安尼做啦？我有啥物袂使安尼？哦，你这四杯底哦，正碗来，洗碗外，一天到晚讲遐西人师来对付我，我看你互伊抓倒转去剁成肉酱，做烟枪较好啦。大叔呀，我知影我唔对啦，你原谅我，你救我吼。师傅啊，大叔呀！悟空，八戒就知影伊唔对，你就原谅伊啊。师傅啊，这只四杯底哦，永远都袂改的啦。师傅啊，师兄啊，你安尼就无意思。你也看人个金仔甲囡仔甲因两个师兄弟，好甲敢若袂输换家己的啦。啊你咧，拳头无拢对家己啦，你唔惊人笑哟。大师兄，咱这个西方取经，若无人咧交配钱哦，就无啥物趣味啊，对无？这件代志总煞煞去，吼，有用就有恶啦，哈。哎呦，老三，看到你的面子哦，这届我就袂甲伊计较啦。老三，要是你较讲义气，无影啦。多谢大叔呀哦，多谢哦。当然嘛好啊，恁拢讲清楚说明白啊！我这老大人徛咱遮徛啊一卡外要算死啊！你个金毛罗唔着赶紧害我，我要坐尾放飞机转来啊了。哎呀，好啦，这粒神奇宝贝金葫芦都幸恁啦。大师兄，今仔甲囡仔讲的代志已经处理好势啊，刷来去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们一边演观众一边看。等你。风
无情的命运，来拼煞咱两人。无奈的路，敢是天安排？过去甘着用目屎，一点一滴甲期待，将心掠好做才应该。冤甘将你的痴情赶落海。我不知等待，是希望也悲哀。请你着相信我，袂予你受伤害。今仔的梦只有在明日的路走出未来。你的真心藏心内，无论海角也天涯。希望咱的情在花花世界，永远是阮最爱。雄雄路一阵西北风，害我买啥物也无路。压甲规身躯胆高高，也毋敢小叫，我惊伊等无。雄雄路一阵西北风，不知这阵伊地倒。人海的滋味虽然艰苦，不甘放弃淡雨，我甘愿等无。好啊好，敢会当慢车路，才袂来耽误阮爱的前途。车卡车，若跋涉满过路，害我听无依赖的脚步。爱情路毋惊艰苦，阮甘愿寂寞。因为有你靠的我靠，无情予你敢看无，阮心肝连锁。我远我苦，牵手这步。在雨中为你拼命赶路，来你小心脚步，奈何时间像骨铁锁。两步转做三步，无聊当作散步，若是爱情注定着奔波。我放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，我放你用爱等路。你为我用心赶路。叔啊，我强要枵死啊呢，是不是当迄个困一下啊？好，你这死不滴，你有够烦的呢，行无三里路，一下发忝，一下发腰，你笑到臭。大叔啊，啊人真正就巴肚枵啊！你讲讲，空，这个时辰嘛应该食午餐咯，莫怪拍家己巴肚会枵，互咱找一个所在休困一下，食寡物件才搁出发。大叔啊，你有听到无？老三，紧嘞，迄食物件紧摕出来。歹势哈，师傅啊，啊咱早来打呢吼，拢个二叔兄食完啦，已经无物件通好食啦。叔啊，你看，迄头前无远的所在哦，敢若有一个砖头哦。安尼，你较忍耐一点，咱来去庄内为师姐发现一寡物件互你食。
哎呦，搁行，搁行，紧来，行较紧来，紧来啦！大师兄，你也看卖啦，这二师兄真正是哦，搏倒来腰全部错啦，啊搏倒来饱就无半撇啦吼。姑娘吼，搁青搁辣啦，即摆吼搁拍8个大油台呢。有影？嘿啊，你来啦，你来。当然是真的咯，我跟你讲，我跟奶奶结婚要3年呢。哎呦，人客啊，你有听人伫咧讲无？迄上面无好过，因为吼姑娘吼莫搁搞晒，毋得落搁拍一个油台。来，阮这边的较水啦，来啦，阮即摆当咧大油台来，你来。好，今仔日人真忝无来啊。玉西啊，啊无你安尼是啥物意思哈？哪有啥物意思啊？人客你用去救我嘛用救啊？救人客当然会用的啦。你哪会讲阮内面的姑娘歹搁搞屎啊？你这是诽谤呢？啥物咧诽谤？啊你本来就歹搁搞屎啊，阮这边本来就较水啊。就是讲呢。哈，啊恁磐石楼的姑娘是要安怎甲阮这查某囡仔比哈？哎哟，我你讲啦，人唔免臭蛋啦，是咧偌水呀！阮遮的吼水当当的凊彩目睭K 撒一个，就比你两较水啦。我听你咧臭蛋，你家己咧臭蛋啦！你免搁遮臭屁，你咧大声声，臭屁啥？师傅，行较紧嘞，大师兄，较紧嘞啦！八戒，师傅啊，有代志啊？恁踮咧遮等，为师家己入来装来化验好。哦，师傅啊，我你是安怎袂当甲你斗阵一气啦？对啊，师傅啊，我若是缀你入去吼，你若是化验物件伤济，我会用甲你斗食呢。八戒，你生做这个模样，你若是去要装来去甲人惊着，你若踮遐等，为师家己入去就好。师傅啊，你看我生个遮缘投，哪会去惊着人啦？你是好阿伯啊？师傅叫你伫遐等，你就伫遐等，你是咧啰嗦啥啦？哼，师傅啊，你就做你去化验咯，阮会伫遮好好等你啦。师傅，等一下。无可，还阁有啥物代志？师傅啊，我发现咯，庄内妖气冲天啊，一定有足侪妖怪秘在内面呢。我看你也是莫入去好啊。无可，咱一路行到遮，每一个所在加减减都嘛有妖怪秘的，只要咱莫去惹伊，伊嘛无可能来惹我，袂要紧啦。师傅啊，我是袂放心啦。若无安尼啊，我对你来去。大师兄，你若是缀师傅入去庄内，去甲庄内的人惊着，害师傅化验咯，无物件通好食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好啊，死袂死啊！是你食较重要，还是师傅性命较重要啊？好啊，你莫阁冤啦。可，这毋是荒郊野外，应该无啥物危险，我家己入去就好啊。师傅啊，你若是入去化验咯，拄着危险，就较紧念真久走。安尼我头壳一听，我就马上入去救你，好。你放心，为师只是去化验，哪有危险？好。阿妹，是要哪？你真正愈来愈唔惊我咧？你怎嘛惊了？甲你拼一个关键？拼啥？你哪敢杀啊？我杀就杀啊！看你无事，我杀就杀。我甲你杀！你无好哦，愈来愈无水准啦！哼，你才无水准。你有要紧无？帅哥。阿弥陀佛，面前不是啥物帅哥，面前是唐三藏。三藏哥哥啊，互你问落到底，人阮头壳规个拢戆起来啊！无，你扶我入来内底好无？阿弥陀佛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既然姑娘无代志，面前就要来去化验。三藏哥哥，稍等下啦，你要化验哦？阮磐石楼哦，你要爱偌济就有偌济啦。若要化验，
来阮内底化缘啦，感谢姑娘菩萨心肠。内面请。大叔呀！哎呦，师傅脚手哪会这慢啊？到即摆都还未转来呢。是师兄，啊你嘛拜托咧，迄师傅若发现到这物件，自然就会摕转互咱这，靠耐心的啦。耐心？对啦。我是已经邀到互大肠顾小肠啊呢，那我哪有还阁有啥物耐心啦？师弟啊，你是讲啥？什么大肠顾小肠啊？大叔兄，我是讲吼，我是已经邀到吼大肠顾小肠啊啦。大肠顾小肠哦，这简单啦。嗨呀，我都先将你的巴肚皮加好开，大肠小肠拢抽出来，我来替因调解啊。老大，大叔兄。若是爱情注定着奔波。老大，大叔兄，这袂讲算笑的啊！少咧甲伊讲算笑，你大叔兄，我来做法官替你裁判。无顾啊，无顾啊，因何解啊？因拢何解啊啦？何解啊？死肥猪啊！输你去内面发言，你直接凉凉等食饭。哦，你搁咧嫌输骹手慢咯？无啦无啦，我无嫌，我无嫌啦。到底。无嫌。师傅较早若去化缘，化缘着这物件，拢会随摕转互咱这。啊，这抓酒遐久啊，啊你还袂转啊哈？敢是化缘讲久？哎呦，化缘讲久还阁袂要紧啊，我是惊伊拄着妖怪找麻烦呐。袂啦，师傅敢会遐歹运，定定拄着妖怪找麻烦。哦，哎呦，我是袂放心啊，无，恁就直接等，我先入去庄内找伊啦，吼。三庄哥哥，尽量用啊，搁用啊。阿弥陀佛，冰晶已经食饱，这剩的菜，冰晶是免去打包。打包？三庄哥哥，你是烦恼后肠无通我食心，免烦恼啦。像这款物件吼，伫阮凡事楼是应有尽有，你免烦恼后肠无通食啦。就是啊，三庄哥哥，你尽量安心食。我每一顿吼，拢会来甲你传到做澎湃，请你啦。阿弥陀佛，冰晶毋是这个意思，冰晶是想讲要炸一点仔物件去互我的徒弟食。你还阁有徒弟哦？是啊，冰晶还阁有3个徒弟伫咧庄口等冰晶炸物件去互因食。哎呦，三庄哥哥，你哪毋较早讲的啦？啥物？你伫咧遮好好招呼三庄哥哥，啊，阮来去庄口带伊迄个3个徒弟来遮。是。阿弥陀佛，姑娘，你的意思是要请我的徒弟啊？当然啦，人讲小花莲盆，啊，我请师傅，当然嘛爱请伊的徒弟啊，你讲对无？阿弥陀佛，多谢姑娘，多谢姑娘。你莫一直甲我说多谢啦，你若要甲我说声吼，阴暗才豆豆啊，甲我说声啦。等你，水姑娘哦！哎呦，你嘛莫安尼甲青仔撞咧，一直抢我来，要甲我惊死！你唔免惊，唔免惊，我无歹意，无歹意啦。哎呦喂啊，帅哥，你嘛莫遐尼啊雌雄对无？我若无咧怪你有歹意也无歹意，只要你若开会去吼，你想要怎样都可以。会啦，较早吼，人拢叫我孝子呢，我开会去，我开会去啦。真是的哦，走囡仔紧的啊，招呼帅哥，帅哥，来，喂，日旭啊，你做咩想要对？稍等哦。老三啊，行，我
我请你，跟我来去食一个粉面吼。食粉面的，慢。你两个在创啥？紧去叫帅哥！帅哥！得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拜托的，因为我指接袂掉，哎，老三啊，莫在遐妖怪假说你啊啦，行啦。水啊，安尼唔好，咱若真正要找粉味的，师傅若知影，一定会生气的。卖较好。哎，只要咱两个人莫讲，啊师傅也唔知影，安尼唔就无代志啊。就准到师傅唔知影，大师兄一定会知影的，卖较妥当啦。啊，两位，恁师傅是毋是合作东山庄？你哪知？我当然嘛知影啊，伊是阮的上宾，是伊叫阮来遮请恁去的啊。阮师傅叫你来叫阮去哦。你若唔相信，无你跟我来去问就知啊。啊，那阮师傅即摆人伫什么所在啊？伫阮的磐石楼啊。啊，欢喜楼。人家你买你们两个啊？你买哦，陈德哥哥，我甲你的徒弟请来啊。八戒，我这师傅啊，啊，你今仔日遐是啦。啊，悟空，啊伊人呢？师傅啊，啊大师兄就讲挡袂着吼，要紧来找你啦。啊，你无拄着伊个人哦？无啊。师傅啊，大师兄无乖啦，伊无听你的话吼，伫咧庄口等你，所以伊这摊食袂着，应该啦。师傅啊，这是吉利好呢。啊，你出家人太使来这款所在啦。吴正，出家人是免要敬主布施，这女施主真好意，万素才要请出家人，这是功德无量的代志，咱应该成全因啊。是安尼啊。对了，老三，这个叫做吼，不知白不知，知了变白痴。等你哦。八戒，哪样黑白讲话咧？恁两个吼，赶紧向这女施主说一下多谢。嗨，老蔡，多谢你哦。你还叫我老昌啊？啊，本来你就老昌的啊，啊无叫你老昌，啊要叫你啥啊？我有名有姓呢，我是后名玉溪，后玉溪。哦，你叫好有声哦。好啊，人要找伫遐，来，紧来遮坐，紧来遮坐，巴肚腰，巴肚腰，紧食。来遐坐遐坐，来遮坐，我是不是？你这创啥啊你？大叔呀，你转来哦。八戒哥哥，伊是谁啊？伊是阮大师兄孙悟空啊。悟空哥哥来啦，来啥？你哪安尼哈？悟空，你哪会对人无礼貌啦？师傅，伊拢是妖女呢。悟空，你哪会对人安尼？人生意请咱食饭，你敢骂人是妖女？师傅，你是叫伊骂起来哦？
因哦，真正拢是妖女啦。哦，不管伊是啥物人，伊若会晓生意布施、供养出家人，就是功德无量的大施主，你哪会共看紧呢？这，哎呀，师傅，多谢恁的招待，边境师道士的就此故事啦。三庄哥哥，哪着遐尔赶紧啦？拄好食饱尔，搁加坐一个啊！阿弥陀佛，边境搁要赶去西方取经，为个久留。就算讲要去西方取经，也无遮尔赶紧啊！你留落来大2工啊，啊要去嘛搁袂慢啊！阿弥陀佛，取经的责任重大，唔敢耽误，就此故事。师傅啊，咱若即摆离开遮，暗时要住倒位？我看吼，还是第一只大只好啦。哦。对啦，三庄哥哥，这附近哦，敢若阮环西庄一个庄头尔。你若离开遮，阴暗恐惊就无所在通我过暝哦。你住落来啦，啊若要走，明仔载才拍算嘛，吼。好啦，若无边境师道士的，就踮遮甲你搅了食。师傅，袂用的啦，阮袂使在遮困啊，遮吼伤危险啊。情深。